镜头登来到国内，中天新闻的记者兼主播林新球涉嫌做背骨啦，做中人买收军人、甲军事机密交予中国。即马拢总有6个人依照国安法和贪污等罪羁押禁见。当地社群平台分享工作日常，中天的记者兼主播林新游顶日稍后检调约谈，防指控涉犯国安法等案件，经过桥头地检署复审了后，17已经予羁押禁见。他都有配合我们的新收程序，那也正常带到他的那个涉网区去，一切看起来目前都正常。警方怀疑林新友涉嫌提供现役军人数千至数万块，但外对方将军事资料交付予中国人士。专案也有5名现退役军人涉犯国安法、甲贪污罪嫌，封城也禁见核准。本案是国安局依国安联防机制，统合国防部与调查局共同调查。循线查获相关人员涉国安法事证，采即收即办原则，报请桥头地检署指挥侦办。国防部回应专案已经进入司法程序，相关案件无被评论。刘慧慧也表示，对专案暂时无评论。林新友所属的中天电视是以文字说明，对案情拢唔知影，无法度回应。风声中天去互敲碎，并不是事实。希望马德事情不是让司法部进一步的这个破解。好，我们希望勿往勿重，尤其不要出现白色恐怖。是不是有些人呢，在当所谓的中间人，又或者说呢，他是借由这一个跟中国的接触、跟台湾地方的接触呢，去提供利益，这个呢就必须交由司法来判定。军人洪志狂轮作强谍，已经查出来阳台有架5000支翕导航行政影片，潜航强承诺书，答应暂时无抵抗，甚至也有交付军事机密文件，过去也捌查获几啊件，拢是涉嫌在台商前东港等人，甚至利用乌帮地下集装，警务团体作为吸收军人的一个管道，对方透过民间人士来吸收，诱惑现退役官兵，也互相关单位侦办，增加难度。所谓的白手套的一个方式来去跟这个一些机敏人士进行接触，这一些都是希望他们会希望去做到一些断点的一个效果，让我们这一边在反情报跟侦查上面的话，或许会有增加一些麻烦。犯罪中共渗透国内，已在受罚其中，提管现役军人，行着罪刑责，相当判10年。那些民众鼓吹战争，也是公开散布危害国安等错假信息，相当也面临100万罚金，已经伫立法院审查。也毋过中共渗透方式800种，或者建议伫反情报甲警方能力上，台湾有望有强化的空间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